来乡亲啊，回头来看花莲的光复乡，即摆有济志工帮忙咧清烂土。啊，讲发现一个状况，就是在溢流的烂土是真黏、真可，色水阁特别深。公共卫生专家提出着警告，讲即款的烂土无排除已经受到重金属的污染，提醒当地民众唔通食井仔水甲地下水。就算用大机土法土甲真实手，嘛是真了气力。花莲大水扫过，想要清落瓜糜真无简单。好像豆腐啊！废厝刮到厝内，规片落瓜糜连天天个点倒，毛民众无用土法，用手直接挖。有志工拄到几块真高贵落瓜糜，表面小可电器，较轻囡仔大个险啊贵人落落去。一楼规个落瓜糜是水的正年轻，恐惊是因为早就受到污染。没有工业污染，它是属于天然的污染。水灾跟这个会不太相同的原因，是因为它的泥沙它会沉积。讲卫生时恐土沙水灾害绝对袂当代替，因为台湾东部算是变质咸的环境，有侪含量的重金属。若拄到大水灾害，就把这重金属冲到周边农产水源地、农药肥料、工厂油料等等，互民众第二摆当着风险。亲像啉的水、农产、水产品，拢可能受到污染。若是严重，就恐惊造成神经毒性疾病，甚至提悬着癌的可能性。土沙水熊熊灌灭的问题，即马上侪人烦恼是崩山湖的水敢会阁灌入来。目前湖水只剩下610，也是只有原来的大概只剩下6.6%，我们仍维持红色警戒。土沙水灾害已经过1礼拜，各方慢慢中间的过程，嘛爱时时刻刻谨慎注意，防止第二摆伤害搁一摆发生。后来，这届的事件伫高雄乡造成着严重的死伤。啊，讲我溪边的这庄大马村，规个庄头是提早安全撤离，无人伤亡，都是因为村长王祖安积极参与着事前准备的工作，网友是真加恶乐。冲上来了，冲上来了！啊，脚不见了！冲垮了，滚过去了。23个下晡，马丹溪桥未堪的强烈的大水，就安尼登起，桥面全就无看的。隔壁的大马村面对这么着急的状况，是全村保命，拢是因为伊。我们之前有撤离，我很担心有还有一些在游荡的族人。村长佮家己驶客车用放送头做通知，确定全村拢总有撤离。啊，那村长应变的过程，互真侪网友俄罗讲赞，讲伊是正港的英雄。嘛提出伊当年选举的政见，除了替村民服务真实在，佮讲到若有风台也是土石流，佮会主动查埔欢迎公所赶紧抢修，引导村民到安全的所在。即嘛有影是讲会到做会到，互人讲爱出来选县长。看到老爸洪工作是全村的希望，正做国家女子骹球代表队队长的查某囝，教师节生日，上界感谢的就是老爸。虽然伊电话中国家真短，毋过真急。老爸听到查某囝的夺命通知，毋那是家救一命，嘛救规个大马村。代志经过1礼拜，王村长原来伫咧第一线斗3工救灾，看灾民的状况，嘛伫咧现场斗协调需求。将近要1点，中央就打电话给我说：“村长。”现在我们经过我们的侦测这个堰塞湖里面那个雨已经开始下来了。知影大马村是上瓦郡，伊就随呼吁村民做预防的撤离，加长工搁再要求随撤离，互全村500外户，特别1600个人度过一劫。后援的工作也搁当咧进行。王村长陪村民伫咧中间的努力，一步一脚印做伙行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